滾軸溜冰呢項運動對於而家嘅家長同小朋友嚟講並唔陌生，但早喺1996年，袁嘉熙已經接觸呢項運動，由零開始玩到成為世界冠軍。如今更希望帶領新一代運動員衝出香港。我由4歲開始玩到我接觸呢一樣嘢嘅，我係由11、12歲嘅一個暑假開始嘅，咁就係真係由一個暑期班無啦啦喺個補習社嘅暑期班度接觸呢樣嘢，咁我就開始玩到而家啦。我有溜冰個底呢，的而且確比同期嘅人係進步快好多嘅，咁就會一開頭已經俾人捉咗出去outdoor去做一啲好簡單嘅訓練，之後就可能就因為個底嘅關係呢，就會好快已經可以接觸到比賽呢一樣嘢，咁就會令到我更加中意玩呢樣嘢。1997年成為香港代表隊成員，1998年贏得香港冠軍，之後更贏得7屆英國冠軍，而獲選加入英國國家隊。贏得呢啲榮譽，離唔開每日風雨無阻嘅訓練。滾軸溜冰喺香港就比較冷門啦，我哋好少有一個好固定嘅場嘅。我喺人哋一啲冇 book 場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就會專登去嗰個地方嘅。譬如足球場咁樣冇人踢波嘅，我就會去嗰度啦。其實以前我哋最早訓練可以係7點幾已經開始練㗎，所以有陣時又要補習啊、考試啊、讀書啊，咁其實反而訓練嘅時間係受其他嘢限制多啲咯。逐漸由前線退落嚟嘅袁嘉熙，接手爸爸生前開辦嘅體育會。其實我個目標嘅就可唔可以賺到一嚿錢呢？可以帶晒我班所謂嘅親信一次嘅出去比賽。其實好多已經可以喺香港最 top 嘅水平㗎啦，但係唔係個個都可以跟到我出去比賽嘅，因為出去比賽要錢啦。你唔好話食宿啊，淨係機票都要錢啦。我係好想帶咗呢一班人一齊去某一個比賽度，俾人睇下喂，其實香港都有一隊人可以係咁樣嘅喎。